各位阿叔，今日有句大實話要講，你們一定要聽到最後，唔係真係蝕大本。係咪成日覺得自己辛辛苦苦錢錢，卻總係存唔到，個袋好似穿窿咁，錢來幾多漏幾多，明明人工冇少發，到月底卻一分都冇剩，甚至仲要倒貼。有人以為係自己使錢大手大腳，有人以為係運氣唔好，其實都唔係。阿叔今日就同你們揭秘。問題就出喺你屋企掛嘅那本日曆度，好多人都覺得日曆唔通唔係睇日期記已記嘅咩？掛喺邊度都一樣，有咩好講究？日曆喺風水入面，咁係代表時間嘅流轉，都係氣場嘅更替。要是掛錯地方，就唔單止係睇個日子咁簡單，咁係真真切切喺漏你嘅財氣。今日阿叔就話，你知。屋企有3個位置係絕對唔可以掛日曆嘅，掛咗之後財運真係會漏到一滴都冇剩。大家千祈唔好急住劃走，趕緊睇下自己屋企中唔中招。覺得阿叔講得有道理嘅，記得喺評論區打個發財，順便訂閱一下阿叔。我哋咧就開講。老友記，我哋先講第一個最容易犯錯嘅地方，就係大門對面。好多人為咗圖方便，一入門口想睇下今日幾號，或者出門前想確認下日子，就把日曆掛喺正對着大門嘅位置。阿叔話：你知呢個喺風水上叫開門見時，大門喺屋企納氣嘅地方，財氣都係從大門入來嘅。日曆代表嘅係時間嘅流逝，你把日曆對着大門，就等於是喺同財神爺講，時間過得好快，財氣仲未入來，坐暖就被你送走咗。呢個就好似你屋企請客人，客人仲未入屋，你就開始睇表，擺咗個送客嘅款，人哋財神爺會高興咩？而且大門對着日曆，容易令屋企人嘅心思向外跑，留唔住屋企，錢財也就跟着向外流。所以話大門對面呢個位置，千祈唔可以掛日曆。跟住我哋講第二個絕對唔可以掛嘅地方，就係床頭。有啲老人家或者中意熬夜嘅朋友，中意喺床頭掛個小日曆，睡前翻一翻，或者醒咗睇一睇。阿叔同你哋講，呢個可係大忌。床係我哋休息嘅地方，需要嘅係靜氣，係安穩。日曆代表嘅係變動，係流逝。你把一個代表變動嘅嘢放喺枕頭邊，你嘅覺可以睡得踏實咩？喺中醫入面講，呢個叫神不守舍。從風水上講，日曆喺床頭會形成一種催促嘅壓力，令你喺潛意識入面總覺得時間唔夠用，嘢做唔完。長期落嚟，人嘅精氣神就會變差，精氣神冇咗，你嘅財運也就跟着散咗。你諗下，一個日日冇精神嘅人，點去求財呢？所以床頭呢個位置，趕緊把日曆拿走，換個安神嘅擺件，都好過掛日曆。最後呢個第3個地方，都係最容易被大家忽視嘅地方，就係廁所門邊或者廚房入面。而家有啲人屋企為咗裝修好看，或者覺得空間唔夠，就把日曆掛喺呢啲雜亂嘅地方。阿叔講句實在話，日曆咁係記載歲月嘅，係好莊重嘅嘢。廁所係咩地方？咁係排污嘅地方，陰氣重，穢氣多。你把日曆掛喺廁所門口，咁係對時間嘅唔尊重，都會令你嘅運勢沾上晦氣。廚房呢，咁係火氣重嘅地方，日曆掛喺廚房，火氣太旺，容易把財氣燒咗。而且廚房水火交沖，氣場好唔穩定。日曆掛喺嗰度，意味着你嘅好日子容易出現波動，財來財去一場空。老友記，你哋返屋企趕緊睇下，要是屋企呢3個地方掛咗日曆，趕緊摘落嚟。其實掛日曆最好嘅地方係客廳嘅側牆或者係書房入面，要掛喺乾淨明亮而且唔顯眼但又方便睇嘅地方。掛日曆嘅目的係為咗規劃生活，而唔係讓佢嚟干擾我哋嘅運勢。除咗位置，阿叔仲要多嘮叨2句，關於日曆嘅款式都有講究。而家流行嗰種電子日曆，雖然方便，但少咗啲人情味。
阿叔仲係建議大家用紙質嘅，最好係嗰種一日撕一張或者老式嘅黃曆。點解呢？因為撕日曆嘅過程其實係一個辭舊迎新嘅儀式。你每日撕下一頁，代表過去嘅唔順心都隨風而去，新嘅一日係全新嘅開始。呢種心理暗示對運勢嘅提升好有幫助。但係記住啊，撕落嚟嘅舊紙唔好隨便亂棄，最好係整齊咁收埋或者妥善處理。仲有一點，有啲老人家唔捨得棄舊日曆，覺得咁係紀念，甚至到咗下一年，舊日曆仲掛喺牆上。阿叔話：你知呢個係萬萬不可嘅。舊日曆代表嘅係過去嘅時間，係已經冇咗嘅氣場。你把過期嘅嘢掛喺屋企，就會產生一種陳腐嘅氣息，會壓制你當年嘅新運勢。呢個叫戀舊傷新，對屋企嘅年輕人，特別是正在打拼嘅人，好唔利。所以一旦過咗年，舊日曆一定要及時換走，迎接新氣象。有啲朋友可能會講：阿叔，我屋企空間細，真係冇地方掛，點算？其實而家好多手機都有日曆。如果你唔係一定要睇紙質嘅，唔掛都得。但如果你講究風水，想通過日曆嚟催旺財運，就一定要按照阿叔講嘅呢啲規矩嚟。風水呢樣嘢唔係話你做咗就可以馬上發大財，佢更多係一種環境嘅心理暗示同氣場嘅微調。你把環境理順咗，心氣自然就順咗，做嘢也就更有幹勁。財運自然而然就跟着嚟咗。阿叔今日同你哋分享呢啲，唔係為咗宣揚咩迷信，而係希望大家可以從生活嘅細節入面去關注自己嘅運勢。我哋老祖宗留低嘅呢啲嘢，其實都係生活經驗嘅總結。你睇嗰啲家庭興旺嘅人，屋企總係收拾得乾淨利落，嘢擺放得井井有條，呢個本身就係一種好嘅氣場。日曆雖然係個細嘢，但佢反映咗你對生活嘅態度。你尊重時間，時間先會俾你回報。我哋跟住剛才嘅話題再講深啲，除咗掛嘅位置，呢個日曆上嘅內容其實都有門道。好多人買日曆只睇好唔好看，其實最緊要係睇入面嘅內容全唔全。一份好嘅日曆上面應該有24節氣，仲有每日嘅宜忌。點解要睇呢啲呢？因為我哋老百姓過日子講究個順天時，咩日子適合搬屋，咩日子適合動土，呢啲都係有規律可循嘅。你如果唔睇呢啲，亂咁做，萬一撞咗唔好嘅日子，咁真係出力唔討好。阿叔見過唔少人屋企裝修或者搬屋，隨便找個周末就開工，結果呢，裝修過程中唔係工人受傷，就係水管爆裂，折騰到精疲力竭，最後入去住都唔舒服。呢個就係冇順應天時嘅後果，所以屋企備一份詳細嘅黃曆或者帶黃曆信息嘅日曆，每日出門前睇一眼，心裏有個數，呢個叫趨吉避凶。呢個唔係迷信，呢個係一種敬畏心，係對自然規律嘅尊重。再講下日曆嘅顏色，大家有冇發現傳統嘅日曆大多係紅色同金色嘅？呢個喺風水入面都有講究，紅色代表火，代表興旺，金色代表金，代表財富。你掛一個紅彤彤嘅日曆喺屋企，本身就可以增加屋企嘅喜慶氣氛，調動屋企嘅陽氣。有啲年輕人中意追求個性，買嗰種冷色調嘅黑色或者灰色嘅日曆。阿叔建議啊，呢種日曆放喺辦公室可能顯得高級，但放喺屋企，特別是客廳就顯得有啲冷清。屋企仲係需要啲暖色調嚟聚氣嘅。仲有啊，關於日曆嘅大小，有人覺得越大越好，顯得氣派。其實唔係，日曆嘅大小要同你嘅房間比例協調。如果你屋企客廳本身就唔大，你掛一個佔咗半面牆嘅大日曆，就會形成一種壓迫感，反而唔好。風水講究嘅係平衡，係和諧，合適嘅大小令你睇起身舒服，呢個先至係最好嘅。講咗咁多，其實核心就係一個意思，就係要用心生活。哪怕係一個細細嘅日曆，你用心去選擇，用心去擺放，佢就可以俾你帶嚟正向嘅反饋。呢個就好似種莊稼，你細心呵護，
莊稼就長得好，你隨便咁應付，收成自然就差。我哋嘅屋企就係我哋嘅福田，每一個小物件都係呢塊田入面嘅莊稼。你哋一定要記住阿叔今日講嘅呢三個禁忌位置：大門對面、床頭同埋廁所廚房。呢個真係唔係講笑，好多人嘅財運就係被呢啲不經意嘅小細節消耗咗。我哋辛辛苦苦賺啲錢唔容易，唔可以讓呢啲風水上嘅小漏洞漏光咗。而家嘅年輕人可能唔太信呢啲，但我哋做長輩嘅多叮囑幾句總係冇錯嘅。邊個唔希望屋企人平平安安、財源廣進呢？所以啊，唔好嫌阿叔老到。今日就先傾到呢度，記得俾阿叔點個讚，訂閱一下。我哋下期再接着傾嗰啲可以令你轉運嘅好方法。大家翻去趕緊檢查下屋企嘅日曆，睇下有冇掛錯位。祝大家從今日開始財運亨通，兜入面嘅錢越賺越多。再見。